完全意想不到咁稀有，係價錢定係款式先？至平係佢啦，一件都唔同你啦，名啊真係夠晒熱血，我即刻愛上咗啊大佬！玩出最高性價比。大家好，我係法比，多謝繼續收睇自由上海。今集將會分成3部分，第一 part 我哋會睇晒金橋拉拉婆 Gundam Base 全部超過10款限定 RG。第二 part 就會再抽少量隨機限定出嚟睇，例如係有咩 MGSD 款式。最後係一個我偵察完成間鋪之後最即時嘅感想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主要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。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。今年5萬訂閱靠晒你哋 ，Let's go！ 首先介紹3盒最貴超過1000蚊嘅 RG 限定。莎莎比 Mechanical Core Plating 2024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619人民幣，港紙1840，香港現貨價1550。史上最貴嘅機械核心電鍍莎莎比，法比前排咧都終於忍唔住喺二手網購平台入手咗，日元定價20900 yen，1025蚊，正價喺日本買到當然最好啦。但有冇人真係咁好彩喺日本 Gundam Base 見過現貨？神高達 Hyper Mode 2025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279人民幣，港紙1455，香港現貨價880。明鏡止水金色電鍍神高達，我係上年喺大阪世博 Pop Up Store 用16500 yen 正價入手嘅，維翻即係大概810港紙。對比之下，香港嘅二手價真心佛心性價比高，大家就唔使特登等去日本入手。獨角獸 Final Battle Version Special Coating 2023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019人民幣，港紙1160，香港現貨價都係880。將2017年推出嘅一般版獨角獸換成綠色精神感應框架加電鍍裝甲。模型問題都係早期 RG 手軟腳軟嘅老毛病，對獨角獸有愛建議考慮 MGEX， 比例手感更加好，可以發光轉形態，兼且只係賣緊900咋。跟住要睇嘅二斑馬價錢坐落於999至500之間，以 RG 嚟講都算係偏貴。High New Gundam Titanium Finish 2022年推出，官方定價799人民幣，港紙910。香港現貨價750，量產型法比第一集嘅主角，質素毋庸置疑，係我最推嘅 RG Top 3。唯一要留意係頭部天線兩邊嘅明顯水口位，不過放心，睇片跟住做就可以輕鬆處理好。New Gundam Titanium Finish 2020年推出，官方定價759人民幣，港紙865蚊，香港現貨價740。相比頭先嘅 High New 嘅質素咧都係一樣咁高嘅，不過電鍍化之後嘅帥氣度，法比就覺得略有不及。喺價錢相若嘅情況下，我會電鍍砌 High New， 然後180蚊買隻一般版 New， 玩出最高性價比。福岡莎莎比2023年推出，官方定價689人民幣，港紙840蚊，香港現貨價490。如果當日我唔係一早已經喺福岡入咗，相信今日將會好掙扎。事關福岡莎莎比定價8580 yen， 港紙420蚊，喺香港買都只係貴幾十咋。當然喺日本買當手信，情感意義上都會零舍不同。New Gundam HWS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，官方定價559人民幣，港紙635蚊，香港現貨價400。模型特點係 HWS 裝備同 New Gundam 本體分別採用咗2款唔同質感嘅透明表現，令情報量增加之餘，同時能夠充分表現內部精密嘅骨架結構。日元定價6600 yen， 有愛可以考慮。跟住開始進入合理區頂部，價格由499至400，一共有3盒。自護號 Clear Color 2021年推出，官方定價489人民幣，港紙555蚊，香港現貨價500。相比電鍍版本，彩透自護我認為係更加能夠突顯出模型本身優勢，因為呢隻自護嘅重點就係裙底春光，再加上彩透令表面春光乍泄，今鋪仲男女通殺。New Gundam Double Fin Funnel Type
2024年推出，官方定價459人民幣，港紙520，香港現貨價420。曾經係 SideF 先行發售商品，雙翼狀感應炮裝備 New 屬於 MSV 設定機體，性能同普通 New 一樣，模型同樣由一般版 New 修改而成，質素有保證。福岡 New Gundam 2022年推出，官方定價409人民幣，港紙465蚊，香港現貨價350。繼龍蝦沙薩比之後，另一款去福岡朝聖嘅代表性神物，不過喺日本買性價比咧就高好多啦，日元定價4950 yen， 250有找啊！咁大家記得忍忍手，留翻去福岡睇完1:1 New 再買盒做手信啦。最後一班亦都係最平嘅一批 RG 限定，價錢坐落於399以下。新安洲 Metallic Gloss Injection 2017年推出，官方定價339人民幣，港紙385蚊，香港竟然揾唔到現貨，完全意想不到咁稀有。不過千祈唔好以為係正嘢，事關呢隻新安洲屬於 RG 最早期產物。冇腰骨災難級表現，可謂遠近馳名。冇人買，只係代表個市場完全冇人要啫。OOQ Full Saber Transam Clear 2020年推出，官方定價339人民幣，港紙385蚊，香港現貨價340。OO 嘅 Transam 彩透版咧，全部都係發俾覺得靚仔嘅系列嚟嘅。至於邊款特別吸引，咁就要睇翻你哋自己中意邊隻啦。全印式始終唔係正轉機體，對我嚟講吸引力會稍為降低。OO Racer Transam Clear 2020年推出，官方定價299人民幣，港紙340，香港現貨價250。嗱，呢一隻咧就啱我河車啦。正轉後繼主角機 OO Racer 配埋彩透，完全襯出 Transam 意境，加上仲要係咁多隻 RG 限定入面，至平係佢啦。就算唔打得唔扭得，買隻齋擺都唔輸得。一口氣睇完13款 RG 限定，有冇邊款最啱你心意？下方留言話我知，亦都希望睇到呢度嘅觀眾朋友撳 like 留言 share 支持。新朋友記得撳埋個 subscribe 掣。接落嚟我哋會睇多幾款其他限定，最尾再做一個即場總結。繼續去片 MGSD 巴巴托斯 Iron Blooded Coating。2025年推出，官方定價559人民幣，港紙635蚊，香港現貨價480。巴巴托斯鐵血電鍍配色，名真係夠晒熱血，但係望落隻半光澤質感電動銀灰色又好似有啲寡喎。模型定價7150 yen， 港紙350左右，喺香港都叫炒得比較貴，有興趣都係等去日本揾機會入手。MGSD Freedom Clear Color 2024年推出，官方定價349人民幣，港紙400蚊，香港現貨價360。Freedom 係我哋量產型發俾第3集嘅主角，亦都曾經拍過開箱。講真，以 MGSD 嚟講，算係最差㗎啦。而彩透亦都冇我哋自己手遊保色 MB 化咁吸引，建議大家都係先睇片，再落手加入自己特色，相信會對成品更加滿意。最後睇到一堆 SideF 限定 SD 福岡孖寶 New Gundam 2022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49人民幣，港紙170蚊，香港現貨價130。龍蝦沙薩比2023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69人民幣，港紙190，香港現貨價咩事啊？80啫喎。兩隻 SD 以數組嚟講，相比之下其實 New 又的確比沙薩比精細得多。至少大家如果淨係想超簡單砌完， New 係有提供福岡版專屬貼紙，而沙薩比淨係一撇紅色咁。不過既然買得砌得，唔打孖上，你又忍唔忍得先？EG 福岡 New 2022年推出，官方定價109人民幣，港紙125蚊，香港現貨價90。如果大家冇咩時間砌模型，而有中意正常比例嘅話， EG 絕對係最佳選擇。當然對發比嚟講，我就會略嫌佢太過簡單，冇辦法還原到1:1福岡 New 嘅精髓。SideF Halo 2022年推出，官方定價59人民幣，港紙68蚊，香港現貨價70。最終揾到一款喺上海買平過香港嘅模型啦，雖然只係險勝2蚊，作為 Halo 粉呢隻必買大推，老少咸宜。
話咁快就已經行完啦。雖然話咁快嚇，但係其實我都拍咗超過1個鐘。容許我一路喺呢個 LaLaport 度亂咁行，一路就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即時感想啦。因為法比係一個即係要諗嘢咧，我係要一路行我先可以諗到嘢嘅一個人嚟嘅。嗱，首先咧，大家最 concern 嘅嘢係價錢定係款式先。嗱，我相信咧，如果你講價錢嘅話，就冇可能冇地方平得過日本㗎啦。不過係講緊日元個匯率咁差嘅時候啊嚇。喂，其實大家諗下，以前日元係講緊唔好講10算咁誇張啊，都起碼7算啦。如果7算嘅話，其實對翻唔係真係咁平嘅啫。只不過而家日本經濟差，就俾我哋撳住嚟砌，變咗5算，我哋就覺得好抵啫。冇地方嘅Gundam Base可以平得過日本本土。仲要係我哋外來人入侵佢哋本土咁抵玩㗎啦，咁所以如果唔講價錢嘅話，就梗係講款式啦。款式呢家嘢呢，我就真係戥日本有啲唔抵嘅。我去過日本最齊嘅就係大阪嘅 Pop-Up Store 嘛，嗰度我已經覺得哇，應該係咩Gundam Base都冇得鬥啦。咁然之後啱啱最近就去咗香港Gundam Base啦。香港Gundam Base咧，佢有一樣嘢咧，其實係衰嘅。佢其實有好多貨、好多款喺入邊，但係佢分批出，佢吊你人，佢就唔係一次過放晒喺度。佢就今日就滲啲俾你，一個禮拜後我再滲多幾款，然之後每個禮拜慢慢將新嘅款式釋出嚟，就令到你保持住新鮮感。但係後面呢一度上海嘅呢一間Gundam Base，佢唔同你搞咁多小動作啊，佢一嘢全部 show hand show 晒俾你睇，即係全世界基本上所有Gundam Base 有嘅貨，佢全部擺晒出嚟，一件都唔同你諗。咁變相即係咩啊？佢嘅款式係超級無敵喪爆夠極多啊！諗唔到其他形容詞啦，所以我而家嘅心情係點呢？嗱，老老實實，我係有啲激動加激氣。我自己咧都真係好中意高達噶嘛，你見到有咁多款式擺晒喺面前，你係好自然個心情係好興奮、好激動嘅。激氣就係荷包君唔夠吸力咯。嗱，好老實啦，我啱啱喺下面親身睇完1:1嘅上海自由高達之後，我係覺得好型啊！嗰隻自由高達，我即刻愛上咗啊，大佬！然之後我入Gundam Base 一睇，淨係 RG 自由高達都3款喎，普通上海自由、彩透上海自由、未啟動上海自由3款加埋成為人民幣1000喎，咁你可以點啊？買咩好啊？你問我啦。嗱，我今次個 budget 就好勁嘅，我諗住喺呢間鋪頭我只係買一樣嘢嘅啫。咁到底我係應該買 MG 上海自由啊，定係買 RG 上海自由？我而家仲掙扎緊，應該拼多多會平啲啦。咁但係我冇理由親身嚟到唔帶一隻走噶嘛？大家覺得應該買 MG 好定 RG 好呢？你哋留言話俾我聽啊！不過睇到你哋留言嘅時候，我就一定買咗噶啦。睇下你同我嘅心水係咪一樣啦？淨係講呢一間 LaLaport嘅Gundam Base 咧，就已經差唔多噶啦。不過大家又知唔知道，其實喺上海係唔單止得一間Gundam Base 嘅咧？咁所以嚟緊我將會去埋上海另一間Gundam Base 同大家一齊偵察。咁你一齊欣賞到最後，咁裏面有趣嘅理由，幫助緊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約定你哋下集見。